呢啲可以叮嘅吸濕包，如果可以不斷重用，咁咪好正。原來呢啲可以重用嘅吸濕包入邊就係矽膠粒粒，佢嘅吸濕容量係自身重嘅30至40%。雖然佢比上一集講嘅吸濕盒嘅吸濕能力弱好多，但係佢就唔會產生液體，會非常安全。呢啲矽膠就係用物理吸附將啲水分鎖喺啲窿窿度，所以佢嘅表面會好乾爽，用嚟放啲貴重物品就非常好啦，好似鏡頭、電子產品咁。而佢最勁嘅就係加熱咗之後可以再重新吸濕。如果你用微波爐加熱呢啲矽膠粒粒，記得要用中低火分多幾次叮，極短時間內加熱，因為超過150度嘅話，啲矽膠粒粒就會變形，就冇咗吸濕功能噶啦。所以最好就係用焗爐，可以 keep 住100度，咁啲水分就會蒸發咗，而唔會破壞個結構。根據 MDPI 嘅研究分析，重用3次以內，佢嘅吸濕能力都係非常好。當重用超過5次以上，啲窿窿就會黐晒啲塵同埋油煙，佢嘅吸濕能力就差咗好多。咁都可以轉地方放落鞋櫃度做吸濕，再換包新嘅放落貴重物品度吸濕。揀呢啲可以重用嘅吸濕包，通常都會有啲有顏色嘅珠珠。呢啲其實係指示劑嚟嘅，可以揀啲吸濕之後由橙色轉到綠色，唔好揀藍色轉粉紅色，因為佢已經被列入為致癌物質。而最好咧就係揀啲白色或者係透明嘅矽膠，咁佢入邊就唔會有指示劑，非常安全噶。其實揀呢啲吸濕產品最重要嘅就係睇你放喺邊度。有啲包裝就話可以放喺啲空曠嘅地方做吸濕，佢都係想你快啲用完再買佢嘅產品，放佢哋喺密閉空間先係最有效吸濕。屋企未有吸濕機嘅你，有冇試過周圍放呢啲吸濕盒呢？快啲訂閱威姨生活懶人包啦，支持我講多啲點樣揀最好嘅產品。以前成日食嘅嗰隻紫菜入邊咪有一包會發脹嘅吸濕包，佢其實係生石灰嚟嘅。當濕度好低嗰陣，佢依然可以吸濕，就係想要極致乾燥。跟住仲有個迷思就係竹炭啊，佢嘅吸濕力低過10%。呢啲竹炭主要係攞嚟吸味嘅，最好就揀啲細細粒，唔好揀啲大大嚿嘅。定期攞出嚟曬一曬，就可以再重新放翻入去吸味噶啦。